直播室有立法會議員旅遊業界謝偉俊。咁啊 Paul 啊，早晨，大家好。今日4點半立法會會開會啦。咁可能最理想去調查啊、去監察啊、監控啊、觀察成個菲律賓嘅馬尼拉槍殺案調查報告嘅最佳時機肯定過咗啦。係咁但係如果特區政府都係搞唔掂嘅嚇，或者係同外交部傾完之後唔能夠派人去調查嘅，只能夠硬食嗰個報告嘅。老實講，我諗阿楊都提咗啦，人哋係去咗北京先噶嘛，先係落嚟香港噶嘛。咁北京收貨唔收貨，絕對影響緊聽日特區政府收貨唔收貨啦。我相信好大機會啦，好大程度嘅影響啦。咁仲可以做啲咩嘢呢？嗰種無助感其實對香港人嚟講都係既哀傷亦都憤怒嘅喎。一如係望住個電視機11個小時，既無助又驚慌又憤怒。我又重複一次喎，只會我嘅經驗呢，就係一方面呢，我哋要係表面上呢係俾足晒尊重面子俾菲律賓當局官員，但係同時呢亦都可以呢係笑笑口咁呢要求好多嘢嘅。就算話時機過咗，但係我哋亦都唔係派一個咁簡單。其實我哋應該呢就係派一隊人，而係有呢啲專長嘅。不過係喺譬如話我哋睇得電視多啦，嗰啲即係嗰啲科學鑑證嘅專家啊，或者係嗰啲槍或研究嗰啲射槍啊、彈道啊嗰啲專家落去。我哋係用個方法咧，就唔好話我哋係唔信佢，但係咧就只係話我哋想提供協助，包括器材上、專業上嘅協助，等佢哋嗰個調查過程咧就更加全面。咁呢種方式咧，我相信咧佢哋拒絕機會都唔係咁大，因為我理解咧，甚至當地嘅官員都有同我哋表達過咧，就係佢哋曾經試過咧有啲菲律賓嘅國民咧喺新加坡出事咧。菲律賓政府都要求由菲律賓派人過去幫手做協助，或者觀察員啦嚇，咁而係幾經爭持之下咧，新加坡都係願意咁做嘅。咁我就睇唔到點解菲律賓今次咧就唔可以話即係趁家往來，即係你都咁做嘅話，點解香港唔可以咁要求咧？咁我覺得只要我哋用嘅方法同埋適當地施壓，同埋適當地措辭，同埋誠懇地提供我哋嘅協助咧，我相信佢哋會即係接受呢一樣嘢。喂，但係問題頭先講個例子係唔知係當時嘅菲律賓政府硬淨啊，定係當時嘅新加坡政府願意遵守國際慣例，係咪？咁如果調翻轉頭，菲律賓政府嘅態度好重要嘅。不過咁呢件事上呢，而家其實總唔係淨係香港，唔係中國啦，而家係國際嘅輿論呢，好多壓力俾就算連菲律賓本身嘅國民呢，其實都好多要求，包括佢哋嘅議員呢，我理解呢都係好憤怒嘅。其實覺得個政府真係丟架喺度避嘅。咁所以呢一方面呢，我就比較係樂觀，即係我哋可以揾到一個咁嘅方案出嚟。但係都牽涉中菲外交嘅問題嘅喎，即係香港喺中國之下，外交問題交由祖國去處理。國防同外交係啦，中菲嘅外交可能有自己嘅盤算嘅喎。咁呢一排咧問題梗係複雜咗啦，有個南海嘅事件啦，咁好多即係中菲嘅爭議就開始大咗，或者潛質上好多爭議啦。咁會唔會係呢一方面咧就複雜咗咧？會嘅。咁但係我相信咧，如果係今次事件上咧，既然中方到目前為止都係即係我哋外交部都非常之係重視呢件事，亦都係非常之幫手嘅。咁我睇唔到點解突然間立場完全改變。其實願意諗有好多嘢可以做嘅，當然我哋非一隊人，唔係淨係一個人可以去幫到手啦。但係調翻轉頭喺唔同嘅國家亦都試過唔同嘅例子啦，係將嗰個犯罪現場啊，喺今次呢個事件就係嗰架旅遊巴咧，我絕對係可以要求運翻嚟香港嘅喎。如果真係有需要的話，其實有好多嘢我可以諗，即係我哋覺得喺立法會希望可以提供晒所有方案先啦，即係變咗特區政府點樣考慮，點樣提醒俾當局去再處理嗰個最低限度，我希望今日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啦。咁但係譬如話你頭先講到9點新聞之前，有香港人搞咗10年都未唔止未判啊，其實連證供都未俾晒嚇。你都係循咩途徑咧？特區政府啊，定係駐菲嘅中國領事？三方面嘅，我哋都要求保安局協助，要求當地嘅中國外交官員協助，亦都甚至乎由於有部分人士係有 VNO 咧，我哋都入得到咧英國領事館都幫手嘅。咁三方面咧，初步而家個成績都有出嚟，就係我哋收啲信息咧，就係話當地嘅司法部門咧都俾咗好清楚嘅信息俾嗰個法官咧，就希望佢喺今年年底前審結單案件。
哦，咁即係張泰安同埋另外嘅香港人，係啦，冇錯啦嚇。咁當然到時結果係點，或者嗰個判詞啊，係咪真係我哋期望嘅咁理性啊、咁專業咧？咁呢個就題外話啦。但係起碼有時間上，我哋攞到一個路線圖同時間表先啦。係據了解判咗出嚟，如果嗰個量刑如果要囚禁的話，係長過10年的話，咁中間呢10年嗰邊嘅慣例係扣唔扣翻㗎？應該都扣翻，不過由於有關嘅法例咧，就係如果而家今次牽涉嘅毒品咧，都成接近7個公斤嘅，即係會超過好多咁啊，一定就係終身㗎啦。即係以往就有死刑啦，但係而家就冇死刑案之後咧，就都係會係終身監禁。所以就嗰10年咧就你話如果係真係有事嘅話咧，就恐怕就都會長，都唔夠坐，仲要再坐落去㗎啦。咁要30年咧之後先可以有總統嘅赦免嘅。咁所以咧就呢方面咧就遠牽一線。如果真係有事嘅話，恐怕都有排翻唔到嚟。不過大家都係希望香港人去到菲律賓，無論最後判出嚟嘅結果係點，起碼得到合理嘅法治嘅處理啊！即係而家就點解可以有單嘢判10年嘅咧，都未有結果嘅咧？除咗公平公道咁嘅處理之外，我諗真相係重要嘅，係咪？咁即係你都係想追求個真相，即係尋求個解決咧。因為如果唔係咁件事，即係所謂懸掛喺當中條料揈咁，即係點啫？係咪？咁但係即係頭先你咁講係算係正式開審咗未㗎？件案正式開審咗，咁而家就輪到啲被告咧係俾口供同埋接受盤問嘅階段。不過同我哋所一般理解嘅程序係非常之差別大，因為我哋慣咗香港法庭審訊咧，梗係盡快做啦。咁啊，提供晒所有應該有嘅翻譯服務啦。咁啊，另外就係法庭就由朝開到晚㗎啦，由朝開到下晝4點半啦，起碼就啲案咧盡快審完啦。咁但係菲律賓咧，佢哋由於資源唔夠啊，又唔夠法庭，又唔夠法官，又唔夠所有工作人員咧，所以佢哋啲案件咧係堆積如山嘅。咁甚至乎咧，佢哋都大力聲講，唔係淨係對待你哋香港人係咁啊，我哋所有國民都係咁㗎啦。咁佢哋已經當咗係慣常。其實都幾慘嘅，點解咧？嗱，件事拖咗10年，我哋可以想像啦，法官啦、控方啦、辯方啦、證人本身啦、被告本身所涉及自己嘅工作範圍啊、記憶啊，好模糊㗎咯喎，10年喎講緊。嗰個舉證質素係非常之拙劣啦，因為咁嘅根本你冇可能有個公正嘅審訊。你俾完口供之後，隔成半個月先至話再接受盤問，個官咧都真係已經唔記得晒，因為佢做咁多嘢。係咯，咁所以呢個係完全唔可以接受。不過現實係咁樣。咁喺香港聽咗咁耐，你冇揾過香港當局幫手啊？係嘛？暫時定係佢哋提供唔到咩協助？好多嘢都要係佢哋都真係要經過保安局翻返去英國，對唔住翻返去呢個中國嘅領事館外交途徑咁做。咁喺金錢上啊，喺其他上，我哋都唯有靠自己嘅啫。係講到保安局。